姜濤演唱會出場呢，就引起好多討論。就算係死忠姜粉，都應該唔會否認姜濤雖然話每一場做得好過上一場，但一比較之下，佢比起小豬羅志祥，比起郭富城，比起韓國嘥都係遜色不少嘅，更加唔好同本尊 MJ 嚟比。不過有趣嘅係，姜濤模仿嘅係 MJ， 但你有冇諗過 MJ 又係模仿邊個呢？其實講你都唔信 ，MJ 嘅靈感來源係我哋嘅龍哥，冇咗香港嘅真正國際巨星 Bruce Lee 李小龍。MJ 從童年開始便是李小龍嘅忠實影迷，佢同 Jackson 5嘅兄弟們反覆觀看唐山大兄、精武門龍爭虎鬥，視李小龍為英雄。1973年，李小龍出世嘅消息傳嚟，當時嘅 MJ 仲係14歲，對仍是少年嘅 MJ 造成強烈衝擊，成為佢記憶中難以抹去嘅一幕。李小龍嘅武術動作如快速踢腿、拳擊同埋流暢身法，被 MJ 融入舞蹈中，創造出獨特嘅武術流行風格。1987年，MJ 喺日本巡演之後，專程前往香港參觀邵氏兄弟製片廠 Shaw Brothers Studio， 李小龍早期電影拍攝地，並穿上傳統中國服裝。隨後，佢獨自前往李小龍嘅家鄉廣東中山中山，冇隨身保鏢，花咗7小時探索鄉村，同村民互動，抱嬰兒合影，甚至為一位老人家收屋捐款。佢仲購買咗一尊價值10萬美元嘅李小龍雕像。呢趟旅行顯示 MJ 對李小龍嘅敬仰不僅停留喺電影層面，仲延伸到文化根源。2009年 MJ 逝世之後，中國粉絲喺中山市為佢舉辦音樂紀念活動，像指呢種連結嘅延續。不過網絡上流傳嘅 MJ 曾經向李小龍求教等嘅說法，皆屬後來杜撰，並冇史實依據。你有冇覺得好諷刺？姜濤拼命模仿國際一級表演者 MJ， 但係 MJ 模仿嘅係香港嘅一級 legend， 而姜濤應該同好多後生仔連李小龍有乜咁勁都唔知。所以姜濤跳 MJ 真正令人唏噓嘅唔係唔夠好，而係佢所站立嘅文化系統已經無法提供一個由內而外嘅學習路徑。最諷刺嘅地方在於，連李小龍都冇法滋養香港。李小龍唔係外國人，佢係香港可以向世界輸出嘅最大文化模型之一。但係今日佢喺本地文化中嘅位置，卻只剩紀念品、雕像、旅遊符號，而唔再係創作者嘅養分。呢個意味着一個更深層嘅斷裂。當一個城市連自己嘅傳奇都冇法轉化為當代能量，佢就已喪失文化再生能力。